吸煙是壞習慣。很多人對吸煙存有誤解，以為吸煙是趕上潮流的表現。也有人認為吸食電子煙對健康沒有影響。其實這些都是錯誤的想法。吸煙除了影響儀容，更會損害健康，令人上癮。吸煙危害健康。燃點着的煙草會釋出多種有害物質，例如焦油、尼古丁和一氧化碳，會引致癌症、肺炎、心臟病、腦血管病等。長期吸煙者的指甲和牙齒會變黃，衣物和頭髮也會散發煙味，影響個人儀容。吸煙者呼出的煙霧和煙草燃燒時產生的煙霧都是二手煙，同樣危害別人的健康。吸煙後殘留在衣服或物品上的煙草殘餘化學物質稱為三手煙，對幼兒造成很大的傷害。堅拒吸煙。政府為了保障公眾健康，已經實施控煙條例，包括立法設定禁煙區、規管煙草的銷售等。為健康着想，我們要堅決拒絕吸煙，並支持家人和朋友戒煙。